韩市长认为自己他的坐车被装了追踪器这件事情怎么看？哎，这个跟你讲，哪里需要？其实韩市长哪里需要装 GPS？这 SNG 就几十台的，我看他在高雄差不多也是这样，所以没有是这样的。其实台湾的媒体不用到国家的什么机器了，但媒体我就受不了了，这个媒体就把你盯得紧紧的，所以这个也不用去想太多。可是他这样一讲之后，你觉得你也会把你的公共车送去保养厂看看有没有？检查看看有没有。我的公务，我就是那种大家都觉得装也没有用的那种人，很无趣的。不过我每天是坐公车上班的。王世坚他说他因为是大科黑，所以党就说没有办法提名他。不会啊，我们很欢迎啊。一定要出来选啊，不然这不是太辜负了他的，这样就太牺牲他的政治理念，这不对。他应该出来选啊，勇敢的请缨。是他出来选，你再派人跟他对吗？啊，这样他不出来选，这个违背他自己的政治信念的，不可以。但他现在说他蛮难过的。他不要难过，他勇敢的出来选就好了，千万不要难过。你要找他去民众党帮你选吗？还是没有啦，他千万一定要选啊，不然我那讲假。还是你要不要去跟民进党建议一下，就是提名大科黑？对啊。如果他有市场，他应该出来选嘛，证明一下。但高嘉瑜被提名，王世坚却不被提名，民进党现在对你的是要采取一种暧昧的关系吗？没有啦，这还是实力原则啦。民进党不会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嘛，他一定是算比较会赢的，比较不会赢的嘛。不过王世坚没有选，实在是太遗憾了。会不会觉得他现在会变成2020最大的遗憾？会不会觉得让我的人生失去了很多乐趣？会不会觉得民进党现在就是可能也是要跟你保持一些，不要就是让不会了，他应该让王世坚出来选，这样才能够凸显民进党的价值啊，这样才能够坚定民进党的信念。不要我让我讲完。可以继续啊，继续。所以他一定要坚持理念，他不来选，全台的民众都会失望。为什么一定要他出来选？才能够凸显他民进党的价值。民进党的价值是什么？科黑的价值。他出来讲才能够凸显嘛。是因为要打科的价值。他不是本来是要选万华是？没有，他说是第三选区。第三。都可以的，反正有个地方给他选就可以了。立委的部分，他们还是认为可以跟民众党来整合。这个谁讲的？徐淑华早上说是那个希望泛绿整合，除非你认为你们不是什么台湾主体。当然这个新潮流战术会上点火就是这样，真的是了不起。因为实在觉得他们了不起，所以讲3次了。新潮流战术会上点火嘛。所以不可能吗？不可能。不是啊，哇，我们要比他战术更点火才可以。因为这个春节的蓝绿，要把整个国家的问题全部简化成蓝绿，这实在是。所以不过这样的新潮流一向非常的灵活。洪子庸说，如果实力来支持你或者是郭台铭的话，时代力量就没救了。对啊，问题是，不过是这样的，2016他选举的时候，替他站台好几次，我去站他的台，你觉得是对他是有救还是没救？我也不晓得。但他现在不是时代力量了。他也不是时代力量，没有啦，我们时代系。我们今天早上还在开个讨论呢，这个从时代力量的例子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？有什么样的启示？说这个就兴衰，实在太快了。所以你觉得他们是策略错误吗？因为洪慈庸说他是因为太专注在不分区立委，所以他们这个选举的策略是错误的。再这样下去就会被民众党给消灭。我看不用我们动手吧。现在的说法是说，郭台铭之所以迟迟不表态2020，其中一个原因除了要换韩之外，就是要等鬼月过。他比较形式。就是农历7月不可以。这个我不用替他回答。我讲我是不知道，这每个人的重要性的，就像我们西医的是比较没有避讳这个。不过以前我在台大院的时候，那个中原普渡，每个病房都要拜，所以我那当中原普渡都要吃10几场，那像我们台大院理论上也是最现代化的嘛，所以讲究科技的。可是我发现台大院几乎每个病房包括那个其实那个检验室也要拜的，所以我发现我每年这个中原普渡那个吃1个月下来体重都多2公斤了。